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2篇，以斯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远的上帝。耶稣基督教我，因为相信的人就会通得到国外的救恩，因为接受上帝，就必然会得到保守。亲像过去牧师时常提醒的，伫圣经的中间也提醒咱，要得到救恩是有条件的，这就是要爱愿意相信。愿意甲上帝同工，才会当得到救恩的信仰。以斯帖记的记载有一段非常神奇的历史的过程。伫以斯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安尼来记载：王甲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舍。王伫第2日的酒宴，去问以斯帖讲：王后以斯帖，你爱什么？我会互你。你要求什么？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王后以斯帖应讲：王啊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若看做好，愿你允准我的请求，救我的性命，救我的宗族，因为我甲我的同胞受到出卖。人要甲阮糟灭，甲阮杀死，互阮完全灭亡。阮若简单互人卖做奴隶，我嘛无会讲，因为阮的灾难袂造成王偌大的损失。毋过，阮要互人消灭啦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：啥人敢做即款的代志？迄个人伫倒位？以斯帖应讲，迫害阮的对敌就是即个歹人哈曼。哈曼伫王甲王后的面前行甲皮皮喘，王非常生气，离开酒宴，入去王宫的花园。哈曼看出王决定要互伊死，就留地求王后以斯帖救伊一命。王对王宫的花园倒转来到酒宴的所在，看到哈曼拍伫以斯帖的体椅。王讲：伊竟然敢伫宫内，伫我的面前凌辱王后。王讲了，人就甲哈曼砍哈曼的面。事后王的太监哈波那讲，哈曼伫因兜徛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。要将救王有功劳的末底改吊死，王就讲甲哈曼吊伫迄顶面，人就将哈曼吊伫伊要吊末底改的叉架顶，王的受气结束。因为末底改会相信，因为以斯帖甲主同工，因此无论伫本国或者是被统治的国家，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，上帝就赏赐着保守，互这个原本要陷害末底改死刑的刑具，变成做意图要加害的人处死的处所。启示录中间，约翰伊嘛是宣示上帝的启示，并且伊去做见证。伊伫启示录第1章第9节到20节中间提到着伊所领受的启示，主伊宣告，伊是永远的上帝。约翰讲：我是约翰，是恁的兄弟，甲恁做伙分担耶稣的患难甲顿论，佮有份伫伊的统治，为着传上帝的信息甲耶稣的见证。我捌伫一个名叫做拔摩的海岛，有一个主日，我受圣神感动，听起伫我后面有大的声，亲像喇叭在响，
讲你着将所看见诶写做册，寄互以弗所、斯米拿、别加摩、推雅、推勒、撒狄、维拉铁灰，甲老底加一个7个教会。我活当心要看对我讲话是甚物人？伊一个活当心有看到即金灯台，灯台中央有一个亲像人子穿一领碎落下骹的长袍，胸坎下金带，伊的头甲头毛亲像羊毛遐尼白，亲像雪遐尼白，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的骹亲像过火炉炭燃光亮的铜，伊的声亲像大水底浪的声。伊的正手提7粒星，伊的喙吐出双面的利剑，伊的面亲像炎热的日头发光。我一日看到伊就趴伫伊的骹前，亲像死去的人。伊用正手喊我讲毋免惊，我是起头的，嘛是煞尾的。我是活的，我有死，现在伫活，会永永远远活地。我有死亡甲阴府的锁匙，所以你着将所看见的以及现在所着发生，甲以后会发生的代志拢写起来。你所看到我正手提迄7粒星甲7个金灯台的奥秘是安尼：7粒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支灯台是7个教会。诗篇122篇，我真欢喜，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建造一个城，全城整齐肃配。这个基座就是上帝的基座，笼罩着以色列制定的规律。上去遐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为着耶路撒冷求和平，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。愿你的城内有平安，愿你的宫内有安乐。为着我的亲人朋友，我要讲愿恁平安。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，我要求恁。为着恁来求福气，感谢上主随时赏赐保守的恩典，互所有相信的人会通得救。因为阮所信的上帝是过去，是现在，是将来永远的上帝，是阮永远的活哥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